每个人，让我们在学习主你的样式，主我们是你的门徒，主祈求你，让我们这一生都可以跟随你，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。面前，一样需求。
这一生就要学习主你的样式，也求你带领接下来的礼拜都有神你的旨意在当中。祷告这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